大家好，今日帶大家睇下我哋 HKFWD 喺香港油麻地嘅外勞宿舍。呢間宿舍位於油麻地新填地街，係一間4房嘅唐樓。咁呢度嘅地理位置超級方便，落樓行3分鐘就到油麻地地鐵站，去香港邊度返工都好方便。我哋所有公共區域都安裝咗24小時嘅 CCTV， 確保宿舍安全，同埋唔使驚有人入嚟偷嘢，勞工住得安心、安全有保障。HKFWD 所有宿舍都配有滅火筒同埋安全指示牌，防止勞工喺宿舍入邊唔安全用電。呢間就係2人房啦，我揀來嘅設計就非常之實用嘅。每個人都配有私人儲物櫃，可以放個人嘅衣物同埋私人物品。夏天唔會熱，冬天都唔會焗。喺度瞓覺真係非常之舒服啊！第2間房係一間4人房，咁我哋每間房都會配有冷氣，仲有風扇燈。第3間房亦都係一間4人房。呢間房唔單止有非常多嘅儲物空間，亦保留咗非常大嘅活動空間。除此之外我哋呢度嘅光線非常之好。呢間宿舍都係我哋嘅4人房。除咗我哋頭先提到嘅儲物櫃之外其實我哋每張床都會配有相對應嘅床上用品，同埋獨立嘅充電位置，咁勞工就唔使擔心用電麻煩。呢間宿舍會有3個洗手間，每個洗手間入邊都會配有花灑、熱水器、洗頭水、沐浴露、紙巾等其他生活用品。以上就係我哋油麻地新填街嘅勞工宿舍全部情況啦。如果有興趣睇樓或者想了解我哋更多宿舍房型，記得聯絡我哋啊！我哋宿舍嘅聯絡電話就係92279667，或者都可以掃描屏幕中嘅QR code去了解。多謝大家。